感受，也要来表达你所予阮的遮个重点。万你即时用你的话语来引起阮，用你的启示来帮助阮，开辟阮的心，阮将阮家己也将阮的时间拢总交伫主你的手，你来引带，基督拢是阮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咱即礼拜继续咧看即个新约即个使徒行传，所以呢，咱即个读经的即个进度的关系，咱要继续来看即个部分的圣经。咱也要继续来讲故事。咱今日所读的即段经文是使徒行传14章8节到20节。即段咱讲路西德的故事，所以呢，咱互一个名。较合伫咱即个即个小朋友的即个卡通的名字啦吼，卡通就是《路斯德历险记》吼，一个叫《历险记》。这是啥物故事呢吼？咱要来介绍即个故事，咱拄仔读即段经文，咱先来介绍两个人，咱会知影即个故事内面的主角。但先咱来看即个。咱要来介绍人物，要介绍人物。但先是啥物人呢？保罗，大家拢知影保罗即人对无吼？真简单来介绍保罗。伊写做即款吼，我找看保即张图吼，看起来是大部分教会，初代教会教单较接纳的一个保罗，即个保罗的可能原来一个面的即个相貌吼。咱电话较红安尼，即个图嘛会较水吼。好，即位保罗啊吼，伊的背景是啥物？咱足简单来介绍。保罗伊本来的名，其实伊本来出世的时阵，伊名叫做扫罗。扫罗是因即个犹太人的一个名吼。伊出世伫即个基利加省吼，基利加省即个省吼，基利加即个省的即个。大树吼，大树吼，大树即个所在吼的一个人吼，伊是一个犹太人。伊是即个加玛列吼，加玛列的学生吼，即个加玛列足有名吼。伊呢是做即个帐篷吼，帐篷咱台语是羊毛吗？羊皮吗？布搭，布皮吼，就水吼，布皮。布皮吼，伊做布皮啦吼。咱知影伊即个因迄个时代要做老师的人吼，爱家己学一个物件，当靠迄个物件来食饭，自己要有技艺啦吼，自己要养活自己吼。因迄个时代是安尼吼，所以因工都是安啦，免钱的，吼是不用付费的吼，免费服务的吼。因那个在他们早期的时阵是安尼吼。好，保罗伊是。即个法利赛派吼，法利赛派的即个教律法的老师，总是呢，即个扫罗，咱知影讲，伊早期的时间呢，是咧迫害基督徒，吼，甚至是带头要迫害的吼。总是伫即个大马色，吼，就是后来咱讲大马士革吼，即个所在，伊要去迄个中间要来掠迄个中间的遮基督徒的时阵呢，伫罗尼遇到耶稣，耶稣过话对伊讲话。然后伊就受到耶稣的呼召，得到耶稣的启示，煞来改变，成做一个传外邦福音的一个使徒。伊有3届的即个旅行的传道伊建立真侪教会，特别是亚洲甲欧洲的教会。较听咱即个小民主义的时阵，咱要来慢慢介绍即部分然后伊最后有转来即个圣城耶路撒冷，总是伫圣殿即个所在，互人掠起来。了后就送去即个该撒利亚吼，最后伊讲伊要去皇帝来即个上诉啦吼，所以伊就去到即个罗马的所在。伫罗马迄个时间呢，伊继续传基督的福音，最后伫即个皇帝，就是即个那个 Nero 吼，即个尼罗皇帝的时阵呢，来顺道吼，后来就殉道了。听讲是因为伊是即个公民，所以伊是砍头吼是。被砍头安尼来死吼。好，咱看一张图无够，咱继续看。保罗可能阁有其他的即个相貌。这拢较古早的吼，这是咱看着乌仙着吼，边仔迄看起来较和谐淡薄仔吼，
较古水淡薄。啊，这是后来即个东正教吼，即个东正教伊家己画吼，就是去模仿画出来的哦。啊，即个东正教的图拢有一个特性，就是拢安那，光圈哦。因为伊是圣đồ嘛吼，圣đồ有光啊吼，发光安尼吼，这拢是保罗。啊，即个国家是保罗吼，伊甚至有一张图甲你讲啥物？靠着信来称做义的人吼，因信称义哦，搁一个图互咱看安尼吼。好，咱看这个图，咱知影保罗有真侪形象啦吼，看起来，因为其实保罗到底生做啥物款，无人完全知影。总是咱看到有一个特征，啥物咧？保罗头毛有遮无？无，头光光啦吼，鼻仔有长无？有，但是咱无看到伊侧面吼，听讲伊侧面来看是伊鼻仔是安那？鹰钩鼻吼，咱知影鹰钩鼻的人安那？做代志拢看哪？较有干劲对无？鹰钩鼻的人都是比较，那个要有光就有光吼啦，爱有灰就有灰吼，安尼吼。好，啊，搁有咱无看到伊的下半身啦吼，其实保罗有即个在传说内面讲保罗毋是大汉吼，嘛是较细汉淡薄啊人吼，即个骹呢，脚短短的，啊有淡薄仔那个 O 型腿吼，有点内弯安尼啦吼，可能路行伤济吼安尼。好，这是保罗，咱简单介绍。第二个男主角，咱讲巴拉巴斯，就是咱讲的巴拉巴。巴拉巴也真重要，咱来看巴拉巴哦，你看头毛较济有无？较黯然有无？一个人较有，咱讲较有迄款妈妈的即款比较温柔吼，比较沉静的感觉吼。巴拉巴是啥物人咧？咱来看，巴拉巴伊本来名叫做约瑟，伊是出世伫即个塞浦路斯即个所在犹太人，咱较领嘛介绍着吼。伊属伫即个利未的即个支派吼，利未人吼安尼。伊过去呢，咱看到圣经甲咱讲，巴拉巴将伊家己的土地甲卖掉，然后将卖来的钱呢，来即个摕互教会，甲遮个使徒、遮个信徒来分享吼。所以伫迄个中间，即个使徒甲号名叫做巴拉巴，所以巴拉巴这名是后来使徒甲号的哦吼。即个巴拉巴啥意思呢？就是真会晓甲人考劝的人，真会晓甲人劝勉的人，劝慰子，真会晓甲人劝勉，真温柔的人，安尼吼。伊是还有使领教会，咱看到真重要。第一个接纳保罗的人吼，保罗归信了后，伊真对即个基督的使徒了后，全教会大家拢惊伊，因为伊过去是个压迫嘛吼，敢若巴拉巴迄个时阵甲接纳无吼，所以伊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第一个接纳的人，将伊介绍互使徒，伊用教师的身份，代表即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来到安提阿教会。来做即个考察，甲即个主持的遮个事工，这是咱读到即个使徒行传的即个11章的即个中间，咱会当看到，伊嘛真做特使哦吼。伊是即届咱即马咧讲的即段14章的即段经文，即届的即个旅行团队的即个队长啦吼，团长。后来嘛，伊嘛有真侪届投入伫即个宣教的即个工作，最后呢，伫塞浦路斯即个所在，听讲互犹太人甲害死，伊嘛顺道无吼巴拉巴。好，咱嘛看一个巴拉巴吼，咱看倒一个巴拉巴较温柔吼，较劝勉，迄个看起来较劝勉，有一个搁较劝勉，我找到一个图，搁较劝勉吼，安尼有好水无？哇，哎呦，可爱可亲，我本来嘛是要留安尼吼。看会较快变淡另外搁一个图呢，这个图听讲是真的巴拉巴的样子是啥物啊？这毋是通缉犯吗？所以我遮写一个网题好是。好，巴拉巴少年的时阵。好，咱介绍这两个主角这两个人物。接下来咱就要来看这个故事。小朋友，咱来看故事啊！我们来看这个故事。14章开始14章的8到20节，咱讲啊，即个保罗甲巴拉巴啊，即个福音队啊，因旅行来到即个路西德即个所在，就是来到了路斯德。咱看到即个图真大啦吼，伊是即个地中海地中海的即个地区，就是保罗三界传道的一个所在。看无对无？要紧，我们放大一下。
哦，这是地中海的东方吼，咱我们再回来一下吼，咱今日讲的故事伫这个所在吼，所以咱给它放大一下，往东方来行。我看无明，我去讲一个吼，安尼就清楚啊，吼。好，哦，咱看到因的旅程是安尼，伊对安提阿遮出来，红线来到塞浦路斯这个所在吼，然后起来这个面顶。 蓬佩利亚这个所在，继续行来到这安提奥，安提奥了来到伊波呢，然后呢来到咱今仔日要讲的故事就是罗西德，第一画家吼，罗西德这个所在。好，因来到这个所在，伊这个所在，伫这个罗西德这个所在呢，他们遇到了一个瘸腿的人，生来就有瘸腿的人。这个故事咱顶解记面的时嘛是讲这款的故事，敢毋是？ 咱讲这个美门的故事对不？所以很巧呢，两个都是一样的神机吼，所以咧代表什么呢？代表儒家一代写一款对比的物件哦，比着会行这个新加人保罗嘛会使，圣神透过因两人拢会当做同款的事工哦，这有伊的意义啦吼。这个人呢，他从来就没有站起来过，也没有走过路啊。好这个图呢是后来这个伫这个文艺复兴的时阵有人。 画一个图吼，咱看到这个变水，这个变水的吼，变水的有无？伊这个中间，这是啥物？这个有个菠萝，一点都不像长母亲的这一是不是安尼吼？伊这个中间呢，要来甲伊吼，菠萝的安那目睭定睛看着他用力的看着他，然后看到这个人呢，这个变水的人呢，这个瘸腿的人呢。 他认真的听着讲道，重点是他对上帝有信心。既然对上帝有信心，保罗就大声对伊讲：“你起来，两脚翘直。”就真正翘直了吼，迄个人马上就跳起来立刻跳了起来。搁伫遐行来行去马上就好啊经文甲咱讲哇，安尼大家看到即款情形安那哇，实在是非常的惊奇啦就用这个吕高尼这个所在的这个图画因迄个所在这个腔口，讲什么？有神灵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啦有神明真对人的形象降临伫咱的中间这毋是人做的啊才有可能人哪有可能来做这款代志大家都很惊讶。然后呢，民众就前后把他叫做这个叫做。 宙斯宙斯 Zeus 这个保罗咧称做希里密就是这个 Hermes 好，因两个人真做希腊迄个所在的神明大家就是因是因迄个所在的神明。为什么要叫做宙斯咧？不是宙斯啦宙斯啦，不是宙斯是那个网球的宙斯啦为什么咧？ 因为伊是希腊人的上关的神，就是因的上帝，都是希腊人的天公伯这看起来毋是讲很有霸气咱过来一张看咧，这张就是天公伯我看你，安尼较有气力咱搁甲来给他这个很有威严对无？这个图定定咧诚做咱咧讲宙斯这个王，这个神明的一个图啦宙斯，为什么巴拉巴会叫做宙斯咧？讲哇，这咱的天公伯啊咧，咱现在来讲咱继续看，另外一个叫做保罗，佢讲保罗是这个希里密Hermes 希里密是啥物人咧伊是啥物是？原来伊是宙斯甲一个玛雅这个神两个去生一个囝这个人拢咧管人咧讲话，掌管讲话之神。 所以古早你若要讲道，你若要教课，你要做老师，你要演讲，爱去拜什么人？希里密。虽然是看咱台湾，若是要行这道的，要去拜什么人？孔子啊，这孔囝孔子不是，咱定定开玩笑讲迄孔囝是好孔子对，无毋对啦所以希里密是即款的你看伊影有所以伊是管讲话、传达即款信息的一个神明因为保罗对头到尾话讲伤济，所以别人讲伊是啥物？
去里面对无？好，即个时阵咱继续看哦，即个时阵有人看安尼了，即个时阵，哎呀，伫四个城外，即个在城外这个宙斯庙里的祭司啊，都牵一只牛，摕即个花圈，来到即个门骹前啊，要甲众人保罗甲巴拉巴来献祭呢，就是因是新人，敢毋是？就是即个图，你看，带一只牛，面顶阁有花圈，然后要来安那，要来保罗甲巴拉巴来献祭，有无？要来献祭，因为甲因当做是即个新娘。咱伫即中间咱会想即个问题，为虾米因会叫人误会讲伊是即个新娘的，甚至讲新娘降世的？原来是新娘用干嘛呀？猜看什么原因？新亚嘛神机对无？对，当然，迄个新亚嘛真大个关系咱来解说一下。内先第一个原因就是保罗做两个动作，互人来误会。第一就是伊目睭凝视的那个瘸腿者看迄个人，目睭来看，讲看这个人这有啥物？咱注意一下，真济所在全世界真济所在的新闻，红啊飘有用迄个红啊目睭拢安那，拢安尼安尼有无瞪着前面，注视前方有无咱看全世界所有的这偶像拢安尼咯，所以咱看到迄个。比如讲，我若是去做一个雕刻，我若是雕一个神像，雕完之后爱甲安点睛迄个点起你目睭就开啊有无然后足辛苦的，拢没有办法眨眼爱直看，爱看世间人，看一世人对，看到伊退役为止，对不？神明开始服役了嘛，服役之外直看世间人在做啥物所以共款伫希腊迄个所在，因的新娘嘛是目睭安尼所以当保罗目睭咧看迄个人时，大家讲即个可能是神，即个可能是神，伊佫惊即个是啊。第二就是伊大声对即个人喊出来讲，起来行走。迄大声讲话，迄嘛是古早，即个伫古早的新娘拢大声讲话，参是啥物？即几工啦，单语有单语。所以咱看旧约有上帝大概出来拢安那，讲单语的所以即几工上帝甲咱讲足侪话但咱有去听着无？所以古早的新娘，因的概念就是新娘目睭安尼眼睛，无就大声讲话。所以保罗做这两个动作，互人这就是新娘。第二这是重点甲这个新约真有关系，就是伫这个所在在路斯德这个段落，是伫这个所在有一个行为神话一个传说的故事，大家足相信。这是这个 Ovid 这个人，伊迄个时阵写的一个故事叫做《变形记》伊内面有讲着讲原来宙斯甲这个希尔米这两位神明捌化身真做人，来到洛西的这个所在，总是呢，敢若一对夫妇甲接待人其他的人拢袂甲插，所以生气，然后呢，就互天落大水。哎呦，那敢亲像咱台湾是嘛？落大水，做大水，然后呢，规城的人、乡下人拢死了，干那迄对夫妇去山顶，避难成功啦就是因为安尼的关系，过去有即个故事，所以伫那日保罗甲巴拿巴来到即个所在，行即个新约，大家惊着，哎呦，惨啊！宙斯甲迄个希林米佫转来惨啊！马上甲拜马上朝拜他不然等一下他又生气。所以原来是即个关系，因将保罗甲即个巴拿巴当做是新娘，然后要来甲拜要来甲即个祭拜要来甲即个献祭。伫即个中间，巴拿巴甲保罗因怎样来反应？他们怎么反应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咱讲转来即个图，咱看到啥物？咱拄仔经文有读到，保罗跟巴拿巴呢，要叫人拜的时阵呢，你看，伊安那立规伊的衫裤这个是看足足就是这个所在看到这个肉体的食物肉体的食，青春肉体的食物肉体的食物伫这个中间拉开衣服撕开衣服，我甲在内面有一个
没有一个 S 对哦，啊，我就咱就这个故事又不一样吼。伊拆开伊的身躯吼，伊的这个衫啦吼，然后跳入这个人群内面。这个动作是啥物呢？伊要来要来制止，要来禁止，要来禁止遮的民众对伊来来安尼拜拜来膜拜。伊澄清讲，因两个人毋是神明，因敢若是一个人尔。认为这个动作真有意义吼。离开伊的衫，代表伊真受气，真艰苦，哪会甲我当做神明吼？你看，若有人甲你当做神明的时候，咱通常安怎？就是啊吼，这个题目相当好，对不？继续拜，继续拜，继续拜没关系吼，来，然后可能你等下就来啊，来请奉献吼，顺便捞点香油钱。但是保罗伫这个中间，伊足受气，撕开衣。另外有一个意思哦，真重要哦。离开衫跳入这个正人中间有一个意思，就是古早伫迄个时代，你若要证明你是一个人，毋是魔神啊，毋是鬼，毋是其他的物件的时阵，你也有人看到你的肉体，真清楚看。所以咱转来想耶稣过来的时阵，伊爱人家问啥物？手对无？来问看卖啊，是毋是肉吼？伫因迄个时代，用即款方式咧澄清澄清，伊是一个人，跳入这个正人中间，公开的展示他的肉体。咱想看卖，保罗毋知有6块肌无？安尼安尼嘛证明一下吼。所以保罗用即款行动要来证明伊是神，伊是人。咱大先看到保罗甲一般人无共款的所在，伊外人甲将伊当作是神明吼。后来保罗探这个机会刚好他借这个机会呢，向路斯德的民众传福音。哎呀，几届中间哇，真的是灯光的关系我们用想象的感觉想象一下保罗赶家好我们回去检讨一下，修正一下保罗赶家然后叫有图啊叫我们的 hands， 保罗赶家名刚德保罗借这个机会向他们讲道。保罗说：“各位，只有一个上帝，跟他兄弟，伊是唯一的真神唯一的真神。他创造了天地海跟其中的万物。古早的人认为创造的这三个物件代表所有的天地甲海，所以你若看到这三个物件，代表伊创造所有的伊是宇宙的创造主。保罗这句话真重要，咧表达什么呢？伊毋是上帝。”别人是上帝，迄位上帝就是咱所信的迄位，遮个拢是伊创造的过去的人呢，无认捌这个上帝，不认识这个上帝，嘛无听过伊的福音，无听过伊的真理，无听过伊的信息，所以呢，每一个人拢用家己的良心、家己的道德、家己的习惯、方式来生活，拢毋知影上帝要紧，你用即款方式来生活，总是呢，上帝一直用大自然的恩典，参像雨水，这两字即马听起来较难叫，雨水、农作物的收成，等遮会来启示伊家己，互人会当食饱，会当吃饱喝足啊，安心欢喜。保罗的意思就是讲，过去上帝的真理的信用无人听到，人拢用家己的方法咧生活。总是呢，其实上帝常常启示证人，用伊赏赐咱逐工有食米的即款物件来体现伊家己。即摆呢，大家有听到保罗的讲道所以安怎呢，就爱放杀即个偶像离弃偶像假神啊，信仰这位创造的真神上帝。保罗讲甲最大声，对不对？在那边呼喊，对不？跟我一起喊口喊。这个信仰这位上帝啊，大家一起信仰这位上帝，但是无人在唱。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听到，这个民众听到保罗的话，怎么有反应？怎么反应？小糟糕。较歹的一件是啥物？都是因无是真愿意接受保罗的讲法，因会半信半疑啊，勉强真勉强来予伊继续来限制。就是讲，这伊安尼讲敢真诶大家其实想要继续甲拜但是伊就安尼讲但是敢安尼半信半疑大家毋是真相信。小糟糕，表示保罗讲诶有人听无？
没有什么人听哎。各位还有大麻烦，哦，大家勉强，哦，真要用白甲限制。搁较大的麻烦是啥物？大麻烦，就是到这个时阵啊，有淡薄迄款讨亚波罗反对基督福音的这个犹太人，哦，讨厌保罗，反对耶稣基督福音的犹太人，一对都来，对安提阿、对以哥念来到罗西顶这个所在，哇，因使人伫这个所在的证人啊呐，用石头甲钉保罗，哪会安尼？哇，大家看着吼，哦，要钉保罗吼，保罗被人钉到，哦。被人家丢石头砸得半死，躺在那里。哦，保罗被人拍到安那，用要死去，奄奄一息。哦，啊，大家安那，哇，可能死去啦，哦，死歪歪啊，哦，啊，就安那咧，就甲伊拖去这个城外的所在，哦，拖到城外。为虾米要甲拖去城外咧？因为因将保罗当作是要献互神明的一个动物的尸体。你有看到这一个足讽刺的，敢毋是？伊本来是啥物？人叫是本来是啥物？神明。啊，结果即摆叫人石头钉到安那，诚做啥物？要献互神明的啥物？诶，迄个生平，哪会安尼啦？哦，本来是拜的迄个对象对无？结果后来变成旺旺仙贝，哦，变成规箱的故咯，就是要摕去拜的物件啦哦，哪会安尼的哦？我们看一下奄奄一息吼。用要死去叫人拖去这个城外的所在哦。保罗有死无？保罗有死无？保罗死了吗？保罗晚上来找你说我死了哦。好，然后群众散去以后啊，不知过了多久，才过了瓦布，可能来到因时间啊，傍晚黄昏的时候，这段圣经无对无？古早的圣经有哦，西方抄本来有哦，讲有这段哦，才过了瓦布，可能是阴的时阵啊，啊。夕阳无限好，只是有人死翘翘哦。是安尼，门徒前来围绕在保罗的身边哦。其实这是旅行团，台湾水电哦，其实是旅行团。哦，保罗伫这时啊，挣扎的爬起来，吓死人了。大家叫是死啊有无？甲围累的时阵啊，本来要做啥物？啊，咱大概自己的时阵，听这咱今日大家自己是要为着中班都，大家知影下面点点点哟，规律是要创啥？要上一去点头，敢毋是？哦，结果保罗背起来哦吼，挣扎着爬起来，慢慢的走进城里。这西方抄本甲咱讲的哦，咱先跟来宾无看，总是古早的版本内面讲着保罗哦，真挣扎安尼背起来哦，然后走进城里。有趣的是，继续看的时阵，第二天保罗甲巴拿巴那。做伙继续因去传道的这个旅程啊，来到特比这个所在去啊，特比这个所在去啊，哦，无是，搁继续做工的，厉害吧？哦，好，故事到这里，一个问题，请问保罗入城了去找巴拿巴要创啥？大家想看卖啊？我去人掌心，你伫倒位？我知影，他去寻仇，是不是？好，这个是一个史上的疑案，咱就让情况来啊。好，咱来看伊罗西德了因第二天就比这个所在去吼，就继续伊的旅程。看下咱会介绍这个部分吼。好，咱做一个煞尾，总结一下。第一，咱看到保罗，伫这个故事内面，各位我们看到了保罗，伊受到迫害，遭受了迫害，这不是伊衰哦。嘛毋是伊吼，即个运气不好，是早前耶稣就讲过，哦，伫即个使徒行传9章10节，耶稣就对即个亚拿尼亚讲过一款话啊，讲即人将来要为着我受着迫害，所以这是伊的人生啊，耶稣已经讲。第二，咱看到即个保罗其实吼，伊无敢叫人石头钉啊，其实伊遇着搁较济苦难的代志。咱拢就是保罗真伟大，真有气力，哦，真有力量有无吼？四过行团哦，安尼来传福音，大家拢甲学了。无啊，保罗伊的批示，伫即个哥林多后书吼，伫即个哥林多后书的11章，即个中间咱来读，你就知影保罗其实一生充满苦难。伊甲你讲安那，伊叫人
即个石头钉几解，去互人拍几解，落入水里，用要那个这个快要淹死，24点钟，毋知几解，伊的人生是安尼。然后呢，伊安尼传福音，伊搁会为着教会的代志来烦恼，为着传福音的代志来烦恼。所以咱若去看即段伫哥林多后书11章即段保罗讲有啥物人艰苦我无艰苦，有啥物人软弱我无软弱的，总是保罗伫迄段讲着，我靠着耶稣基督的溃烂，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刚强。这是咱看着保罗伊的见证足深的见证。所以这位保罗，咱看，伊实在是一个谨守本分的基督福音使者，以及勇敢赢即个十字架的性命的道路，完成耶稣基督的交代，为着真理来做见证，即款的使命，这就是保罗。伫即个故事中间，咱会当真清楚看，特别是谨守本分，人讲你是新民，哇好诶，哇，大家拢享受掌声当时，但是以外，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咱看到伫历代教会，会期到哪有真侪即款的圣徒，比如讲加利文，无人知影伊的即个蒙伫倒位，因为加利文有交代讲，千万莫互人知影嘛，莫互人来甲报，因为伊敢若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即个谨守本分的基督福音使者，咱伫即个中间看。第二，咱看到即个路斯德，伫即个路是着即个勇敢的遮个人，因实在互咱来感觉因真趣味，因甘愿去相信即个古早的即款传说，也无爱相信保罗甲巴拿巴的见证，对无？阮过去有神明呢，恁就是啊，还不承认，用石头打你哦。因甘愿接受对外地来遮犹太人的使人，也无爱相信因目睭看到、耳仔听到即个保罗因所行的遮个事业、讲的遮个道理、遮个事实，因也无爱相信。一时啊呢，看保罗是神明，一时啊，佫用石头甲钉。你看这是真奇怪的一款人。所以咱看到野蛮、迷信、盲目、肤浅、拒绝上帝，重点是用家己的想法所起造的一款即个偶像的信仰。咱看到过去到当，咱看到真侪款的信仰拢是安尼。即几工拄仔有即个新闻对无？有讲有一个人，伊去买即个即个乐透有无？啊无调，然后哪会去共砸店对无？去甲即个彩券行内面的迄个香炉有无？甲演落倒有无？啊甲演的过程中间去占着即个内面即个财神爷的一支手有无？啊手才转去。这前2天的新闻敢毋是？咱过去拢定看到即款新闻，就是真侪人伊咧拜上帝，咧信神明，其实安那？伊爱神明完成伊的想法的代志，那毋是的时候安那？干料做肥料，是毋是安尼？就把它给摧毁。咱看到保罗就是安尼啊，伫即个中间受到这群民众的即款的这种对待这是一款偶像信仰。最后看上帝，咱看到上帝。随后呢，遮个民众甲遮个犹太人胡转迫害使徒，保罗也差一点仔要死，总是上帝有缘，互遮个使徒，互即个保罗重新搁活过来，重新活过来，继续传福音。有真侪人咧讲即段经文，其实咧暗示保罗其实已经死啦，总是上帝互伊搁活起来，互伊搁活过来，继续来传福音。表明一件代志。上帝要拯救咱世间人的旨意，透过传福音这款方式，凡人无法达，人无法度做，甲顶无死，换顶搁白打不死，世间就有这款代。所以咱看到，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个故事内面，咱看到保罗这个真努力拍拼的这个福音的使者，看到人的心真侪时阵，其实是自我中心去思考，伫信仰内面真侪时也是安尼。总是上帝安那，伊要完成的旨意，伊有法度来突破遮个困难，用伊的工人，用伊讲真侪遮个这些仆人去完成伊要行的代志。伫即段故事内面，咱看到这，咱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透过你互阮的故事，搁一摆互阮看到。